风台伫要对东南部登陆，屏东县府宣布因暗6点开始停班停课。不过，也是有不少民众走起来看海影是真危险，海巡人员赶紧来甲因劝导离开。另外，伫菜市啊嘛出现真侪人烧钱去买菜，有几若大一未中到就拢卖了，休困啊。游客提手机一直翕，垦丁有名景点芳村集会主题景观，小片风台就要定了。有关未少人趁时早起伫遮看海影，海巡人员照惯例来巡逻，提出劝导单，无要互民众花这笔关海浓度。南环有红色红色线禁止入去，倒远线架拢用石头缀掉咧，做好准备。游客敢若用伫华顶看海影，邀民众特别到垦丁佚佗，做拄着风台，决定提前回去。我们昨天其实有过来看一下了，对啊，就是不能玩水，至少来看一下浪这样子。对，我们就是知道台风要来，所以我们赶在台风来之前就先看一下那个路径图还有时间，然后赶在台风来之前就安排回去。民众伫打比手速抢菜，因为较慢就无菜通买。因为风台要来，未少人透早就到菜市啊买菜，就算菜价一直称悬，人也是比平常时较济。真侪打饭不到中昼，已经提早休困。20块、20几块，差不多涨了快1倍。对，什么都涨，猪肉也涨，从早上到现在都很多人，忙到现在。恒春镇公所也伫市场附近准备山包，互民众领，提前做好风台准备，要将灾情降到上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